议会定期会上午的议程原本预定12点半就结束，不过因为违规广告看板的拆除争议，和市长的施政报告一直拖到最后。市长的施政报告对经济发展、交通观光、教育的影响等面向，希望会用打造台南成为幸福公营的城市。在市府团队以及市民朋友的齐心努力下，依照媒体的民调，台南市的幸福指数满意度是6都最高的，以及有关于台南市政府2021年8月16日到2022年2月28日的各项施政成果，已经编制成书面报告来送达市议会，敬请各位议员先进参阅。市长表示，今年是选举年，面对各种的挑战，除了将事情来做好，未来嘛加强甲各界来沟通，尤其面对国民党的对手，黄伟哲嘛肯定谢龙介是大炮型的民意代表，未来会做好准备。谢议员就马上就说，或市长要接招啊，所以说表示谢议员他是有充分的准备。然后其实他本来就是在议会的大炮啊，所以说在许多的市政议题上，跟前任的议员、市长，包括许市长、许前市长，包括赖前市长，甚至包括李孟燕前市长，也都有多所这个互动。所以我觉得其实这部分我们当然是很尊重，包括谢议员在内所有的议员他们的一个问政。好，那重点是我是觉得说我们会诚意的沟通，好，那而不是就是说我们会诚意的沟通，尽力的说明。那如果是否有不足的地方，我们也会好好的改进。去年年底选举，台南市议会还有2届的会期，预计国民党的市长参选人谢龙介，甲现任的市长黄伟哲，伫议会总质询一定真有看头。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。